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12章，上帝的使者继续对我讲：迄时，迄个保护你的同胞的天使长米迦勒要出现，然后一定会有一段灾难的时期。迄个灾难是对开国以来毋捌有的。迄时，你遐名有记伫活命册的同胞会得到解救。真侪已经死去的人会搁活，有的得到永远的性命，有的永远受铁锹验证。有智慧的人会发光，亲像天顶的光。遐会带真侪人归往正直的人，会亲像星辰，永远发光。但以理末日到以前，你着将这话保密，甲这本册封密。伫这段时间，一定有真侪人专心探讨奥秘的事，知识就若加添。后来，我但以理看到有两个人徛伫，一个伫河的这边，一个伫河的迄边。其中一个对另外徛伫河水顶面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讲：这个奇异的事，什么时会实现？迄个徛伫河水顶面穿幼麻布的衫的人向天举双手，我听见伊记永活的主宣誓讲：过3年半，就是残害遐个圣的子民的势力结束的时，这一切的事拢会实现。我听了袂明白，就问讲：我的主，这个事的结局会安怎？伊讲：但以理，你毋免操烦，因为伫末日以前，这个话拢会封密保密。一定会有真侪人得到洗清洁净，接受锻炼。毋过，歹人会继续做歹，这个事歹人袂明白，只有智慧的人才会。对禁止逐日献祭予上帝，搁在迄个至高灭亡可恶的上迄日开始，着搁听候1290日。所有坚持到1335日的人真有福气。你着坚持到结局的时，你会得到安息到末日，你会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